宜蘭所學岳明國中小呢，有10名學生囡仔和老師，佮在賽這重型帆船出國去，打算要行1500公里，去到日本的沖縄和當地學生進行帆船的友誼賽。行政院政府議長也攏來到這啟航典禮，甲因祝福。也毋過呢，這包圍風台佇要來咯，學校講已經做好相關的準備。重型帆船出航，船頂10個來自宜蘭所學岳明國中國小的學生被叫做小螃手，佇老師的陪伴下，展開為期12天的航海體驗，要去1500公里外日本沖縄。這是這個學校頭一擺跨國的航行。那我們有學員需要特別注意什麼？安全，就是晚上夜航的時候可能會不小心就會掉下繩子。學帆船，然後都在東山河訓練。有什麼技巧？就一直練，一直練。學生平常時訓練真認真，對着這擺遠行真有信心。這學校客氣也擺長途航行，隨台灣一輪，中途也要經過船靠打這困境，不過學生攏一一解決。也毋過包圍風台來細心聽命，學校坦白講，原定12天的行程一定會延誤。打算在沖縄加留2天啊，學生安全是上重要的。可能我們 B 航段的人可能會在，如果因為颱風影響，我們可能會在沖繩多停留2天。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甲校長學生鬥陣來卡羅啟航，行政院長杜英泰也參加啟航的典禮。正副院長除了送小螃手烏里目鏡、防水的吊帶，杜英泰也講政府會全力支持囡仔親近海洋文化，會經由各項政策甲資源來協助引導，鬥陣完成囡仔對着這個海洋世界夢想。政府的腳步不能落在校長、家長、企業之後，不能落在基金會之後。我們願意一起來成就這樣的一個對海洋的夢想。岳明國中國小這擺航行的新高石灣島，在當地進行第2青少年帆船友誼賽，也有沖縄海峽科學調查，探查石灣島開發甲台灣的關係。杜英泰講，希望所有小螃手經由這擺航行計劃來探索海洋，並且平安回航。記者綜合報道。